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还是忽然心情不好？没事。神尊，今日到来的挺早的。风筝，好看吗？玩没玩过？放风筝，你不是最在行吗？这里头学问可多了，风筝必须迎着风飞，才能飞得高，飞得远。多高？凤凰于飞，寓意极佳。上果，若是你能选择，